拜白宫，海陆向亚传奇，占日润。头摆我做新竹人美术协会总干事时，有年会人联展，苗栗名水彩画家张秋台校长來到會場講閒談，講起兩首童謠，及原本愛到談，用眼答幾個道。童謠中有提到大鐵行，我突然間想到大鐵行係愛羅屋啊，怎樣會講到大鐵行？該兩時我未看大羅屋，我專是留了兩首童謠，講本我未談，我未談了小到為時，只講韓本人，該係我的行後三派黨好清楚拜白宮，老白宮講解為人。有年兩年，好清楚不下覺無，只是白宮下拜白宮時，一篇拜，一篇老白宮講。白宮白婆，我見不日覺無，我想愛大班人，就冇人喊；我想愛大翅膀，就冇躺下；我想愛大面細目，就冇人錄。碎碎片片兩盤面，清清彩彩兩隻毛蟹，大鐵行扮三派，好清楚就是愛。講說記者冇事人，金少少兒冇個假講咧，第二困難就轉。忙地幾強身，無語中講解話，人講說者無語，談者人語，傳到貴眾人肚底，結果日漲傳過日漲，日響傳過日響，傳到隔壁人士，傳到全城萬片人肚底，最尾又傳轉愛羅屋人來，想起來很神奇呐。難愛日首也係拜白宮嘅事，時天頭晴晴，愛老公按到讓阿典，金香變蠟燭，冚當係愛屋，七八文迷糊，愛家娘按到阿妹姑，兩個妹兒就相腳，大概欠阿人，世界欠阿曲，你知道神奇麼？